如果你想揾一個方便、安全，同時真正住得舒服嘅高段住宅 ，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 Residences 值得你留意。今日介紹嘅係一個1396尺單位，正對 Bukit Kiara 陸景。呢個柱向係呢度可以話係最受歡迎之一。一入屋，客飯廳就係一成片 Bukit Kiara 景，入口旁邊仲設有客用洗手間，位置好實用。廚房配備 Gaggenau 同 Bosch 電器，包括內置雪櫃、冰櫃同2合1洗衣乾衣機。煮飯嘅時候一樣望住陸景。呢個單位一個好大嘅賣點就係所有睡房都同樣面向 Bukit Kiara， 配備6門 walk-in wardrobe， 浴室有正常尺寸浴缸同御林花灑，整體感覺好有酒店質素。第二間房同樣有 walk-in wardrobe 同套廁，私隱度高。設施方面，天台設有 heated infinity pool 同 sky gym， 望住成個 KL 山谷景。如果你想揾一個真正面向 Bukit Kiara 嘅 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 單位，呢一間值得你睇。快啲留言或者私信我，安排睇樓啦！